创世基金会每当伫岁末年终之际，拢会办理寒食尾牙、吃饱30活动。但近来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为去年起改为送礼到厝的形式，将爱心礼物以及红包亲自送到徐福林家庭以及寒暑手中，予大家过一个好年。台南市议会这次嘛特别响应创世基金会送礼到厝活动，并由议长郭信良带队，带领这位议员做伙来担任爱心大赛，送上红包甲关怀礼。好，谢谢议长，来关怀我们的木阿公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今天就来抛砖引玉。那首先到的这一站呢是，阿公已经70几岁了，他长期照顾一个比较行动不方便、脑膜炎的一个孙子，长达27年，默默的在付出，值得社会大众来关怀这些社会的边缘人。那也希望呢，社会大众在这过年之前呢，如果许可的话，那就多多照顾一些弱者，还有社会边缘人。那创世基金会呢，需要社会大众能够来关怀。这次所慰问的家庭是一位2岁就得到脑膜炎，到现在已经倒伫病床25天的徐福林家庭。台南市议会甲基金会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，会当号召更侪人加入关怀行列。发病起来是小袂摕啦，就要检查下讲什么话。感染病，啊，对啊，甲抽咧过啊，就拢袂惊，拢总袂惊呀。应该是从我脑膜。系啊，就开始袂惊咯，到即摆。到2岁啦。2岁。2岁到即摆，即摆差不多27岁啊啦。系啦，已经25年啊啦，所以迄阵哦，阿嬷照顾，阿嬷照了换阿公啦，所以是真正是真足辛苦的啦。阿公嘛是。真正讲，这个孙啊，伊嘛尽力要甲顾较好啦，非常的有爱心啦。这一次议会特别的帮忙，特别的帮我们在地的乡亲，然后我们非常的感谢，也希望这一次的送礼到家能够顺利。那我们为期1个礼拜，包括社工，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，包括我们的义工，还有我们的一些在地的乡亲，一起帮我们送礼。郭议长表示，一份慈爱年礼，甲一个祝贺红包，就会当造福一户徐福林家庭岁末的关怀。希望愿意付出爱心的民众，会当联络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，将温暖送到更侪弱势家庭手中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